好，嚟到2025年嘅11月17號，嚟到呢個星期一嘅早上，我哋回顧一下上個禮拜 weekend 我哋冇做啦，咁我哋大勝啊！咁啊講一講翻，大家見到呢個圖啦，五日測試法預知全周升跌啦。咁啊包括咗嗱，大家要睇翻，唔係過去嗰個禮拜星期一至五喎，再要講翻上一個禮拜五，即係11月7號。咁啊當晚，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，喺嗰一個禮拜嘅尾段，即係11月5、6、4號咁咧。美股係即係向下走嘅嚇，咁亦都係跌過咧，係即係連跌3萬嘅手段，咁亦都係呢個星期五咧，就係呢個咧係4萬咧係6600嘅嚇，咁啊留意翻咯喎，呢一個美股喺當晚曾經跌過落去嘅時候咧，我係話明喺9點鐘，即係美股大跌前開市前咧，我係話美股結果係會高收，咁如果你信任我咧，就贏500點啦，因為美股當晚咧嗱，大家係同呢個港股係同步嚇。亦都港期當晚係落過25,995嘅，就係因為喺11月7號嘅晚上，美股一開市一路就跌到落去凌晨嘅3.9，而恒生指數咧就喺呢一個咧係3點早收過美股係1個小時嘅，而美股咧喺呢一個3點2點仍然都係跌緊300-400點冇停過，係咁插嘅，插到去呢個3點45分，當日我通知咗大家。因為佢有期權嘅呢個咧係 long put 到期，大戶係唔會俾佢哋食糊嘅，所以喺最後嘅15分鐘，呢一班散戶以為得米之前，大戶連夾500點啊，倒升100點收嘅，亦都證明咗我哋五日測試法嘅威力啊！咁啊個個都以為唔掂啦啩，今次跌啦，你又話會高收，結果係倒升100點啊！除咗跌嗰400之外，亦都係導致到大家睇翻以下呢個圖啦，係咪？就係咧呢一個咧係25,995 11月7號就係一個關鍵期指嘅買入位，甚至乎你喺呢一個星期五開市期間都係26,200啊、26,300，一定要等夜期先買到。嗱，如果你買到嗰個位，大家見到下呢個圖啦，就一直上到去11月13號，即係啱啱過咗去嘅禮拜四，去到27,200，嗰個亦都係關鍵位。咁啊，當晚星期四晚有圖為證啊，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個圖啦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啦，係咪啊？就係我哋當晚星期四見到，就話明咧，聽日騰訊要跌，因為星期四咧就係一個美市嘅時候，騰訊係倒升上去啊，650幾蚊，而呢個恒指亦都係由中段嘅25,900啊，呢一個咧係6,800一路夾到上去27,200，大家都以為因為騰訊嘅業績預備高啊，而呢個就係大戶嘅估壓啦。星期五咧，結果咧係大跌落嚟嘅，大家見到啦，係咪？我哋呢個圖呢度寫得好清楚，睇一睇啦。我黑色線啦，會員美市全揸箍輪21184啊，即係換句話講咧，嗰隻箍輪當日係升咗30%啦，星期五，因為呢個恒指結果係倒跌600點收場嘅嚇，而騰訊亦都係由呢個656蚊啊落到去呢個644。太空遊啦，當日見到啦，係咪？30歲財務自由就話騰訊會升啦。咁如果大家記得當晚個聲，大家都聽到佢講啦，就騰訊聽日一定升㗎啦。咁而我哋亦都知道咧，喺星期四晚啊，即係換句話講咧，係星期五凌晨嘅時候，美股12點後再大插，結果美股係跌咗700點，我哋都係中晒㗎嚇。即係換句話講，星期11月7號星期五就去到呢一個咧係11月13號嘅27,200嗰度贏咗1,200點，星期五跌600，總數贏1,100點。咁所以可以大家見到啦嚇，週五恒指騰訊齊大跌係預知嘅，會員把握喺26,000點買入呢個恒指係成上個禮拜5日嘅關鍵啊，咁就有1,200點落嚟咧，就有呢個600點夾埋咧，就有1,100點嘅利潤啦。咁所以大家見到呢個標題啦嚇，就係上週五預知4牛1熊。就預知騰訊恒指週五大升，咁啊講埋美股啦，上第一題啦，喺上個禮拜五再上個禮拜嘅11月7號，當佢落到46,600咧，亦都係關鍵買入位，因為連升4日咧，升咗2000點，去到48,200，亦都係啱啱過咗去嘅禮拜五啦，即係我哋出 post 嗰一日話明美股要大跌嘅時候咧，就跌翻接近咧係700點嘅，五日測試法預知升跌，全個禮拜嘅走勢盡在掌握。咁但係留意翻啊，呢度多講啦，我哋係仍然持有匯豐同埋呢個883，匯豐係呢個65343咧，而一個中海油883咧就係呢個58417嘅，兩隻都繼續持有，其餘嗰啲就向下啦。留意翻五日測試法預知升跌嘅關鍵位在於11月7號26,000買入恒指，而知道到禮拜四晚就係到頂，唔跟佢哋揸過嘢啊，騰訊同埋恒指就再贏600點。
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哋咁能夠駕馭港股全球嘅股市咧，盡在我哋呢個5日測試法研究組而預知到5日嘅走勢嘅話，立即 WhatsApp 以下呢個 number。